因為啲台灣修復咧確實發展嘅時間，其實比外國來講好慢嘛。因為外國台體是1950年嘅時候就開始發展咧，我哋台灣係差唔多2000年嘅時間開始正式有兩個學校設立，差唔多是差50年。哇！所以呢，包括外國嚟講嘅博物館，兩個國家制度，還有兩件事去發展得好完全。所以講我哋雖然畢業，有兩個專業學士。還有冇是講到台北嚟講嘅故宮地盤做條路，可是喺經常我不看，經常看，因為經常講到東河啊，用外國樣板啦，因為我哋呢種唔單純是講通鋪張嗰個技術點，還有當到觀念，還有呢種嘅樣板通當到交流，樣板講好一隻東西，所以技術是一隻點基本嘅要求點。還有當到其他嘅經驗，還有講嘅文化學習，所以家下有機會外國嘅些，其實大家攏會就外國學很好多，所以家下都好少有咁嘅機會機人，要做啲咁嘅去外國做條路，變到慢慢咧，其實是越來機會國外機會越來越多，還是我哋有時會經營外國參加咁嘅修復嘅咁嘅會議啊，發表啊，同大家交流，所以人慢慢會越來越多兩人國外交流嘅經驗。剛才沒做得講，因為講一個是頭前上面，有點掙扎嘛，因為本單上嘅創作嘅人，而且藏人咧發，當然都會非常細緻、很細心咧去做，他沒有什麼創作空間。創作空間有，台體冇做唔得，因為我哋講圖嘅時間咧，要再做，按我哋關於來講很多真實性，嗰個係點重要嘅咁嘅要點，因為咁原本你講圖嘅時候唔係統計過法，佢雖然有難題，有咪為所有咁嘅缺損，可是你未統計過法過，你係講機，所以呢原本藝術家。佢畫圖嘅時候，原本咧佢表達嘅想法係點重要嘅，所以我哋講圖嘅時候，我做唔嚟講，我自己呢邊我做了，我唔做咧風色從佢冇結婚，我唔拿風啊，佢都話風啲咧，我呢邊樹啊，小一啲枝巴，我就我自己都接一筆做唔得，呢是全部違反我哋講嘅修復嘅咁嘅專業做唔得嘅，所以通畫圖冇用。